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嘉南市长贾国良的罢免案。即马投票的结果已经出来啊，无同意票是86014票，也那同意票是69934票。这个罢免案确定是无过。贾国良讲感谢市民的支持，也那想要罢免贾国良的团体是宣告这个任务失败。强调讲未来会继续来严格监督贾国良的施政。我们这一场选战已经顺利结束了，谢谢大家。伫台顶感谢嘉南市民选举人数差不多31万多人，嘉南市13区县市长贾国良的罢免案结果出来，无同意票是86014票，同意票是69934票。照选罢法规定，无同意票比同意票较侪，罢免案确定无通过。伊感谢市民，强调用谦卑的态度邀请跳梁团体来对话交流。其实这一次的选举，他们并没有输，基隆的公民、基隆的市民更没有输，因为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完成了70几年来从来都未能完成的罢免投票。对罢免案无通过，跳梁定刑宣告任务失败，强调这场罢免也受7万人同意罢免，是史无前例，也强调未来会继续监督贾国良的施政。今天我们拿到的罢免票是有7万票，这代表我们的心声一路以来都有被我们基隆市民所听见。请谢国良市长认清到，今天有7万名的基隆人对你的施政感到不满。这摆罢免案也发生不少的小小意外，一个网友12到跳梁定刑 IG 非常专业，闹会罢免成功，会去成员出来拼汽油顶，互警方逮捕。还有一个10人投票了真贵，选票挡着要求换票无成功，就大闹，2人拢违反选罢法。涉犯刑法142条妨害投票，151条恐吓公众等罪，立即指派检察官积极侦办。扰乱投票秩序，且将对折的选票打开亮出，1违反选举罢免法，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依照地方制度法规定，贾国良自2006年市长任期结束进前，任何人拢免够针对伊提出罢免案。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嘉南市长贾国良的罢免案无过，朝野的对立是愈来愈严重。外界认为讲，明年2月立委就期满1年，会有另外一波罢免的潮流。有学者就讲，咱台湾应该要避免朝野恶意的斗争，而且针对罢免的标准，应该要用科学的方法详细来讨论。嘉南市长贾国良罢免案落幕，不过过程朝野对立加深。外界认为明年2月立委就职满1年的时阵，会有真侪罢免活动。目前伫哪里支持度瓦近的选区，有袂少人互人点名，甚至开始启动联署。国民党有王凤仪、齐卡心、叶元之，台中的罗廷伟、黄建和、廖伟雄。民进党包括吴思瑶、吴派业、蔡其昌、黄捷、李碧业等人拢在内。今天台湾的这个民主啊，应该还是在一个良性竞争，不是动辄以用罢免的方式，想要用报复或者是冰斗的方式。如果是继续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那当然无助于朝野的一个协调，也事实上只是造成社会更多的对立而已。这次罢免确实是关键一战，也是明年罢免年的前哨战。明年罢免潮仍然无法避免，立委做好万全准备，正面迎战，不怕国民党的威胁。朝野立委拢呼吁罢免无应该变作政治攻防的工具。政治学者指出，罢免是咱国宪法明定的人民权利。不过观察近年来有部分罢免案，说予政党操作做选举的延长赛。为了避免朝野恶斗，罢免条件是不是适当，应该当讨论。成功罢免的这个门槛是要选区所有人的25%，这个到底是高是低？我觉得其实，这个1/4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就是说到底它是哪里来的？其实没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我觉得是可以根据一些科学的根据来做讨论，例如说我们要不要参照上一次的票数，比如说上一次票数的多少比例，要才能算是通过。学者表示，目前要成功罢免，必须要有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同意。选罢法2016年修法前是要有1半以上同意，条件相对较悬，要安怎做较适当，考验朝野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湾各地离岛、偏湖、金门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
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是吹偏东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甲马祖会有短暂雨，过到各地山区甲南部有的所在会落雷公雨。也那日时的高温，除了马祖差不多是27度，其他的所在拢有甲30度至33度，天气是小可较漚热。继续来看高雄大寮区大寮里的里长，伫咧3度日风台了后，捌因为真侪民众不满救灾的速度伤慢，怎敲电话去甲骂。这个里长是委屈甲想要甲这个工课辞掉。不过，即马风台过已经1礼拜外，在地公园边啊，还佫有长期的树瓦卡伫咧电线顶悬。这个里长是通报真侪届是拢无消无息。昨晡里长是起一个怎揪布条抗议市府处理代志的效率，实在是伤过死蛇。针对这点，高雄市府是讲会赶紧来清理。公园处无人，公园处无人。留布条抗议市政府的效率。高雄大寮区开放公园内面的树仔丛，吹3号风台3度日吹甲有的倒去，有的歪去，像这个一只老管的长机，还佫吊伫咧电线顶头。用好落来啊，无迄危险的。蛮担心的，有时候车子过去也会压到啊，也会勾到这一棵树啊。吊伫咧遐，里面梯无到2公尺，惊讲会撼着人。大寮里长前后通报9遍，公园处拢甲代志释互大电顶单位。13已经是在后第10天，手机还佫吊伫咧遐，公园也乱糟糟。我们大寮是2等公民居住的地方吗？树是种在公园里面的啊，你现在倒下来，你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你们不摆烂吗？你有在重视我们吗？萧清祥进前就因为里面不满相关单位救灾上班，接到真侪骂戏的电话，气甲想要辞职。行政院长杜永泰12落南勘灾时阵，也佫特别请市长陈其迈协助围扁。萧清祥讲，希望市府效率较紧的，甲危险的树仔先刷走。公园处从灾情发生起，全面动员，不眠不休，全力抢灾。首先针对道路倾倒路树排除，目前已恢复道路交通。并持续办理公园倾倒树木扶正、断枝清理。大寮公民路也有一寡树枝长去，卡伫树仔顶或者是电线。地方的里长、市府相关单位拢有在后恢复的压力。市府表示，清理作业会继续进行，赶紧恢复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市大屏东的安泰病院火灾，病院公共安全的问题是引起讨论。病院评鉴医疗品质促进会执行长彭进中表示，照卫福部的指示，2年后区域病院、地区病院的评鉴、火灾减灾、预防等等的项目，嘛拢会包括在内。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国有超过4万人，也就是32%的人，因有厝是透过继承甲政府，也就是讲10个人内底都有3.2个人，因的厝是因为继承4大人互因的才有的，而且这款的情形是愈来愈多。过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军方东部战区昨晖早起发布一条训练的影片，在影片内底上尾一个画面写“金戈泰坦”这4字，而且这单字中的一环换作是台湾的地图。有人认为讲这是咧暗示中国要发动对台湾的军演，正拄好国军第一昨晖是侦查到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插入去巴士海峡，研判这有可能是要去西太平洋的活动。继续咱来看，前总统蔡英文伫咧卸任了后，头一届去拜访欧洲，头一站去到捷克，嘛有去参加第28届公元2000的论坛。在开幕的晚会，蔡英文甲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互动是真密切。也那捷克的总统帕维尔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嘛拢会去参加。蔡英文会伫咧台湾的时间，也就是今仔日下晡的时阵来发表演说。伫开幕晚会，蔡英文甲捷克参议长维特奇坐伫台骹，互动真密切。维特奇捌伫2020年访问台湾，迄当阵伫国内大家真注意。蔡英文总统摕来了，第一遍出访经捷克，表示双方关系真好。It's reassuring again this special relations which I would
say, between a very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zech Republic. And as a small country, we also experienced a lot of bullying from big entities. Czech Republic supports our democratic partners, and Taiwan clearly is such a partner. 另外，捷克总统帕维尔、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一个北来台湾访问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拢会参加公元2000论坛，并且发表演讲。Petro Pavel 获选为下任总统后，曾经与蔡英文总统通个电话，显现捷克的外交政策逐步回归正常。这种来访应该被视为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繁荣的社会，所以台湾在国际场域应该有代表自己的机会。这边蔡英文访问捷克，捷克也受到中国的压力。路透社讲，这触动北京的敏感神经。Yeah, I think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demned the visit and warned Czechia basically of support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Czech Republic, they do not and have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country, as we know. But Czech Republic continues to have its own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eans that we actually do engage and we do have exchanges, economical culture with Taiwan. 蔡英文这边访问捷克，显示台湾甲捷克之间的关系正好。接落来几天，伊会去访问法国甲比利时，替台湾伫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公司国际记者刘玉婷、捷克布拉格采访报道。继续来看，有4个台湾人甲2个新加坡人，第一日引起马来西亚搬关系。不过因为因是申请观光的签证，并无申请工作签证。所以去互移民局的人员带去调查。咱国外交部讲，因目前人是拢平安，不过根据当地法律，因有可能面临6个月监禁，或者是代票8000块的罚款。将正水的气候上台表演，按过后台所有移民局的人员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槟城移民局的面册打出真侪张相片，讲有4个台湾人甲2个新加坡人，车早暗时伫北海即颗里庙宇进行歌戏的表演。按过因拢敢若是观光的签证，无核准表演的工作，所以叫人带走调查。4名国人以免签方式入境马国从事表演工作，由于未事先申请准证，根据马国移民条例的规定，将可能面临6个月的监禁，或约新台币8000元的罚款，或者2者兼施。相关当事人正接受调查中，目前人身安全无虞。外交部证实这件代志，嘛表示剧团的人员目前人身安全无问题，负责人嘛已经透明赶到大马去了解。有真侪改去新马演出的翠兰戏剧工作坊的负责人李翠兰伊讲，戏团出国表演，首要任务都是保护家己的安全，因为当地语言未通，建议先请邀请单位协助准备工作相关的文件。我们有5个人要过去，连我5个人。那我就跟当地的庙，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帮我们出工作证，我们去文化交流这样子，我们也碰壁碰很久，解决很久才把申请工作证解决好。表演海报的宣传庆祝9峰大地圣诞千秋，原来是文化交流的传统活动，却因为签证的问题煞变款。根据了解，这个演出虹口爱的剧团成员年纪是40至70岁左右，目前当地移民局无透露进一步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联合国第13时阵表示，因为维和部队伫咧黎巴嫩南部一个基地，有以色列的战车冲入去，还佫射炮弹。那以色列讲是受到真主党的攻击，为着要安抚受伤的人离开，才会来射烟雾弹。那同一天，以色列中部的城市去互真主党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67个人受伤。伫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13尾岸空袭警报响。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就伫美国宣布将会对以色列部署一套散着反飞弹系统，来协助防御敢若是有伊朗暗中协助的飞弹攻击。真主党的动作是更加大，讲进前对以色列中部本雅米纳市的无人机攻击是因做的。
这边攻击造成真侪人受伤，是双方冲突真严重的疾病。 פגיעת כטב"ם גרמה לנפגעי גם הדף וגם רסס רב שהיה. 向对方保护，对方ក៏保護回來。中東的戰會怎麼是無真邦一直在循環？聯合國以維持和平為宗旨的維和部隊，因為基地自頂禮拜和以色列連續幾多天攻擊了後，13個被掃掉。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講，迄天透早有2台以色列坦克衝破基地大門，強要入去，離開了，一個佇100公尺外發射炮彈。 規個基地攏全因聯合國嘅人身體無爽快，以色列講是有伊攏佇咧背後支持嘅真主黨反戰分子，向以色列軍隊發射反坦克飛彈，造成人員受傷。攻擊嘅地點離維和部隊正遠，放演是要安撫受傷嘅人撤離。那咱也互向古迪瑞斯話話 ：Mr. Secretary General, get the UNIFIL forces out of harm's way. It should be done right now, immediately.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講，攻擊維和部隊違反國際法，可能構成戰爭罪。維和部隊派駐佇咧當地差不多1萬人，伊他哋有1000多位士兵，是上大派遣國之一。法國、西班牙也有成員對以色列嘅攻擊共聲譴責。維和部隊1978年佇黎巴嫩南部成立，這個地區經歷過幾多10年嘅衝突。以色列1982年入侵佔領黎巴嫩南部，一直到2000年。2006年，國際這邊甲真主黨展開5禮拜戰爭，要佇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監督之下停火。以色列官員講，2006年決議，除了黎巴嫩國軍武器以外，袂當有其他嘅軍隊部署。不過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無照約束做。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嘛是這一屆美國總統大選總統嘅候選人，伊公布伊嘅健康報告，想要來證明講伊嘅身體真健康。 絕對有才調來做總統，而且主要要是甲川普口說，講伊直直講家己身體偌勇拄偌勇，煞唔敢公布，叫百姓安怎會當信任？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過3禮拜，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在當地12日公布家己上新的健康檢驗報告。59歲賀錦麗健康狀況真好，雖然現場真無閒，有季節性的過敏甲起疹毛，也毋過藥物的治療效果真好。伊嘛保持健康的飲食，無食菌，有履行總統職責所需要的身體甲心理準繩。也毋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煞拒絕公開健康報告。 It is clear to me that he and his team do not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really see what it is that he is doing and whether or not he actually is fit to do the job of be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暂时总統81歲拜登退選了後，78歲川普已經正做歷史以來年歲上大美國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競選陣營公布健康報告，唔望借此來凸顯賀錦麗的少年甲頭殼臉卡來說服嗰啲調度的選民，相信賀錦麗才是更加適合領導國家的人。賀錦麗嘛表示，川普一直強調家己真健康，所以唔願意公布詳細報告，欠缺透明度。認為伊無適合擔任公職，因為伊常常佇集會講到虛構人物，而且講家己有外鬼缺。 When it comes to what we should expect i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ound having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exercise good judgment, both as commander-in-chief and as the leader of this great country, we know that he does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do the job. 對此，川普競選團隊表示，川普把主動發布蘇錦醫生公布的最新消息，甲7月發生暗殺未遂了後，除了川普醫生傑克遜對川普的詳細檢查報告，認為所有人攏會當看到川普的健康狀況真好。公視新聞台是唐平耀。繼續來關心，馬領導蘇格蘭7年提倡獨立的蘇格蘭前大臣薩明德，12日時陣，伊佇咧一場國際會議演講，講到一半煞熊熊安尼溫落，搶救了後還是救無回來。 食到69歲，初步判斷蘇明德是因為心臟病死亡。相片內底徛佇正中翕相的人物，就是捌領導蘇格蘭7黨，而且提倡主導獨立運動的蘇格蘭前首席大臣薩蒙德。暫時所傳出伊12日佇北馬其頓，甲相片內底各個人士做伙參加國際會議的時陣，煞佇演講了後倒佇塗骹，搶救無效過身，享受69歲。 This is desperately sad news that Alex Salmond has died, and I extend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is wife Moira
and to his family. 外国媒体报道，萨蒙德伫学生时期就加入 SNP 苏格兰民主党，是推动变革的社会主义派系。1980年一度互开除党籍，验过了后1个月内又搁恢复党籍。伊伫1990年到2000年，啊到2004年到2014年之间做到党主席，更加伫2007年到2014年之间做到苏格兰的首席大臣，全力推动倡议苏格兰的独立，互人真懊恼。这毋但改变苏格兰的政治发展，佮一度互苏格兰走向脱离英国独立的边缘。也毋过，伫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内底，选民用55%对45%票数支持苏格兰留伫英国了后，伊就辞掉首席大臣的职务，嘛伫2021年退党，另外创立阿尔巴党。Alec obviously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he brought the independence issue alive for many, many people across Scotland. His contribution will be deeply appreciated. 虽然萨蒙德捌受到指控，伫做首席大臣的期间有犯12项的性侵、性骚扰的罪名，也毋过法院已经伫2020年经过陪审团的审议，撤销对伊的所有指控。伊过身了后，伊的政党阿尔巴党初步判断，伊的死因是因为心脏病发。消息一传出来，包括英国暂时首相史凯尔、前首相苏纳克、苏格兰保守党党主席芬德利这的人，拢伫社群平台发文哀悼，致敬伊一世人对苏格兰的贡献。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今仔日透早宣布进行联合利剑2024B 的军演，国防部针对这个起步枪的行为是大力批评，而且以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的规定，派兵力来应对，用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南韩甲北韩最近因为无人机的事件互相咧对峙，紧张的情势继续加悬。根据中国央视的报道，北韩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北韩的军队参谋总部已经指示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的态势。南韩的无人机若是搁飞来北韩，绝对会甲拍落来。来看福斯新闻网13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12伫咧加州举行造势活动进前，警方有抓到一个非法持有枪的查甫人，目前这个查甫人是已经被保释啊。镜头转来咱国内，台中的火车头昨昏有一个旅客，因为家己赶袂赴，车坐无到，卖票的照规定，甲伊换做后一班的车票。想袂到这个人毋知影是安怎煞凶凶掠讲，竟然摕找钱的这个钱盘都共安尼结落，造成这个代替的员工倒铝目睭顶悬受伤。目前专案是照伤害罪移送法办。假日坐火车人比平常时较侪，真侪人拢会提早到火车头。暗过13有一个人原本要坐是7点的自强号，伊煞7点半才到车头。伊向站务人员反映了后，卖票人员照规定协助伊改坐一班的自强号，暗过只有客票无费，所引起这民众的不满，也佫攻击卖票人员。拿这个台面上的零钱盘，手伸进去要射向那个站员。幸好没有射中他的眼睛，在站员的这个上方的眉角部分有被射到，大概1至2公分。记录警察了后，也到现场将迄人带回台中分处所，照伤害罪嫌侦办。12伫中华站要旅客大骂站务人员，因为行李伤过多，站务人员拒绝协助伊搬分。于下车后无人协助将其所携带的行李及宠物笼提出站外，因此情绪激动，并与站务人员发生争执。最后是警察到3共搬行李，才让这场冲突结束。对代替员工陆续遭到攻击，代替产业工会认为代替公司事后拢只是凊彩应付。今年嘉义大林站的员工被攻击的事件之后，其实就已经很明确的要求台铁公司应该要拿出实质的对策，能不能尽快在今年给我们一个结果，而不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他要再延役。那我觉得在延役，那我们就是只是等更多的员工被这个攻击或是咆哮而已。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已经要求代替公司针对公发灭毒器、精神、监视设备、增加保全等这案环境的代志进行全面性调查。不过，到即马依然无全面调查，会继续要求代替落实保障劳工执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屏东的一间 KTV，
12日时阵，传出有人客冤家相拍，造成一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经过警方的追查，发现这涉案的7个人内底有2个人是阿兵哥，死者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人举刀的人是陆军机部333旅的。这嘛是屏东这4个月以来发生第2件军人的命案。军方讲会全力配合调查。一群人伫店内发生冲突，摕椅仔乌白弹。屏东市水公路一间 KTV，12点半暝2点外发生酒客相拍事件。冲突对店内发展起路人，其中一边有一个人摕刀，2个人用拳头舞拍另外一边的酒客，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送医抢救了后不幸死亡。酒后斗殴，他本身就是一个偷卡，然后一个受伤。那侧面了解，店老板也有受伤。经常吵架，以前住对面晚上经常吵架。相拍闹出人命，警方从过现场做采证，根据了解，死者是屏东海军陆战队上兵，甲3个民间朋友来饮酒。掠刀伤人的是陆军机部333旅上兵，甲伊的空军甲民间朋友3个人嘛来饮酒，双方并无熟识，却因为酒后冤家起冲突。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核发拘票，在5个小时内弃获持刀及徒手攻击的3名犯嫌到案，后将依伤害、杀人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那涉案的3个人防移送，警方嘛将所有参与到相拍的嫌犯以妨害特殊罪上班。消息传登去军中，陆军特别军团表示会配合调查。我们也会配合司法这个调查。如果后续呢有检讨到那个不法的话，将会重惩列开。这已经是屏东4个月来第2件军人的命案。第1件的死者同款是陆军333旅的士兵。除了处罚涉案的人，陆军备军团嘛强调会加强法律的教育，维护军人的名声。记者陈宏武、陈显坤屏东报道。进前寻到连金牌教练虐待囡仔这个案件，即嘛是阁查到，还阁有另外一个教练嘛牵连在内。目前3个人是拢防羁押禁见。也那其中一个教练伫咧私底下有咧开凉水店，12日去互民众动私刑，并道供店。目前警方是已经接到报案，当咧抓人。饮料店桶的玻璃碎糊糊，柜头卡，警方赶紧由封锁线。这代志发生伫12日暗时，疑似民众因为不满饮料店的负责人就是牵涉虐待囡仔案件产业的健身教练，发动对店头施行证据，供店来社分，互附近居民是真惊吓。是玻璃被砸掉吗？还是？对，就乒乒乓乓乒乓很久哦，好几分钟，4、5分钟。虐童案真的这就不是小事情了啊。现锁定涉案车辆，全力进行追缉。本分局在此呼吁，施行正义并非实质的正义。检警调查发现，新北地帮2个姓叶的健身房教练涉嫌领地同时未满6岁2个囡仔，造成囡仔全身刺伤甲乌青。根据常常去饮料店人客表示，伫店内常常看到10部囡仔被拍甲真凄惨。原本就是家长咧管教囡仔，想要到动手的根本不是爸爸。尽管基金会也呼吁，若发现囡仔有疑似受虐待的情形，拢应该马上通报。针对孩子如果受虐或是不当对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通报邻里长或者是我们的社政单位，及早的呢把这些孩子救出来，让我们的社政单位跟政府能够及时的介入。检警查获2个姓叶教练手机的时阵，发现更较残忍的犯案手段甲过程，而且同一个健身房的姓郑的教练也涉案，所以12日将姓郑的教练羁押禁见。检警由员继续在追查，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牵涉虐待囡仔事件？记者综合报道。今晚天气有较秋晴啊，公费流感的预防车为10月初1就开始做。不过，即马所传出基隆市有通报国光这排预防车有1支有变色，那像是放较歹去。因若共这批预防车拢总有183000支。台北、基隆、桃园、苗栗、甲花东这6个县市的民众拢有可能会注到。目前疾管署是已经要求暂停使用，要来启动调查。就是这支国光生机的流感疫苗，外观是变黄色的，好像变质。虽然基隆市卫生局发现了后，并无予民众注射，不过也是引起部分民众的疑虑。疫苗如果变黄的会紧张啊，而且民众要接受打的
打的那种意愿也比较不高了。当你看到这消息，会觉得说，它变色，那是否我打了也会变色，就会有点担心，这绝对会有的。疾管署是讲，基隆市卫生局12主动通报，发现国光生技生产制造的流感疫苗有一支敢若亲像变色。经过调查，共一批疫苗拢总呢有验收18.3万支，分送去台北、基隆、桃园、苗栗、花莲甲台东这6县市，已经做7.5万支，其他库存已经预防性暂停这批货疫苗注射，佮通报食药署启动调查，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种短期都会有疑虑了，可能会有短暂的缓打潮了，或大家会比较仔细检查疫苗了。这是单一支的一个疫苗的变色情形哈。那这个其他的同批号的疫苗，目前在初步的检视是没有类似的状况，不过还在持续的清查当中。疾管署是讲，目前也未接到其他类似通报，嘛无接到这批疫苗不良事件。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5个抢牌，也阁有625万支，会当互民众来注。公费流感疫苗注射的作业无受影响，一定就是下晡会邀请专家食药署、基隆市卫生局，也阁疫苗厂商举行会议，讨论疫苗品质也甲注射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网络顶投资诈骗是世界样样飞。根据金管会上新的统计显示，从去年4月份到今年9月，无到年半的时间，人民找甲 Google 诈骗的广告累计有8到6万件。金融诈骗的案件数量嘛是愈来愈多，今年8月份已经有100件。也若伫人民册有一个社团，内底有41万人。不过因为诈骗的广告实在是伤多，也阁提出这个社团怎防移除啊？伫即个嘉义上大的地方 FB 社群，嘉义日头大水代志有41万的粉丝。不过最近网友发现社团无去啊，版主发文讲是因为 FB 通知讲社团内有诈骗求职的广告，所以社团被退掉。像阮在地的社团，你一天就要删除遮侪人头账号，去脸书碰有恐怖就好。版主讲，逐工至少拢有几60件，或者是100件以上的诈骗广告，真头疼。为了要解决国内真多的投资诈骗广告，金管会去年修订投资投顾法，也国加 Google 也个 FB 的母公司 Meta 建立首部通报机制。去年4月到今年5月有41000件投资诈骗广告，一直到今年9月，一年5个月内就59000件。在生活中蛮困扰，习惯了，就是接受到处都有诈骗这件事情。另外，金管会统计最近4年民众电证金融诈骗案件，自2021年的439件，一年增加，今年敢若是前8个月就523件。为了要阻止投资诈骗广告，目前除了 Google、Line 甲 Meta 已经有金融广告实名制，包括 TikTok 也会伫这个月底进行伫台湾指定法律代表，跟政府建立沟通管道。投放方式可能是透过国内或是国外的这个广告代理商的平台，第三国家做投放，然后把目标国家设定为台湾，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在这个广告上面做有效审核。专家建议，以后分辨诈骗广告应该由政府机关来判定，缩短判断甲下架时间。若电话诈骗是让参考新加坡由政府设国家级别电话辨识 App， 让民众家己阻止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时代有愈来愈侪人会看网络顶的新闻，不过这新闻的来源大部分是使用传统媒体的，来源毋但方便，阁会当有网络广告的利润。不过这嘛，互传统媒体的经营是愈来愈困难。今仔日三大报纸头版下骹，拢会当看到台北市报业工会，也阁有几啊间媒体共同发声明，呼吁议价仲裁依法都要赶紧伫咧一定的期限内完成。伫咧网络顶搜寻关键字跳出来，除了电子新闻媒体以外，还有大型数位平台，这已经是大部分的民众看新闻的方式。不过，这种数位平台靠着新闻搜索结果出现的广告，赚广告费，实际产值来源所无得到点击的收益，和传统媒体经营愈来愈困难。伫2020年，国内就几多位学者提出新闻媒体加数位平台强制议价法草案。哪些平台要适用这个草案，是要书发部来指定。那书发部只会去指定这个
协议谈得不够哦，对台湾这个新闻业这个贡献不够。跨国的数位平台，正像是 Google 或者是 Meta， 因本身并无删节内容，不过是采用传播或者是部分转载方式，大量使用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这嘛正多是立法院新的会期。伫今仔日三大报的头版倒屏下骹，拢会人看到台北市报业工会、中华民国卫星广播工会，还有几多间电视媒体发共同声明，呼吁议价仲裁依法应该赶紧伫一定期限内完成。像法国、澳洲，正早就甲数位平台讨论未保护新闻业的权益。The announcement by Meta today is an abro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ustralia's news media sector. Australian journalists provid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goods in our democracy. 澳洲政府2021年就先制定新闻媒体议价法，强迫大型领头的数位平台甲新闻媒体达成授权协议。伊当阵Meta甲澳洲媒体大部分的协议拢是3年的时间爱付费。不过今年初Meta讲被停止继续付钱给澳洲新闻出版商，澳洲政府就正生气，骂因背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经济部下底台电、台糖、台水甲中油，今仔日举行新进员工的考试，今年差不多有21000多人报名，按算要录取826个人。头一届考试有来考的比率是51.88%，是创下3年的新低。在考场内底，详细听市场人员解说考试的规则。这是经济部所属数学机构，包含中油、台电等机构所举行的新进职员的考试。13节起，在台北、台中、高雄甲花莲市考区15个考场举行初试。相对比较稳定，然后等于说人生后面就是固定好。这派招考的对象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人，性别甲年岁拢无限制。全台钦21662人来报考，按算录取826人。不过第一节考试只有11238人报考，第一节报考率只有51.88%，创近3年来新低。选球员平均录取率为原本的3.81%求悬到7.35%。考生正式录取了后，薪水每个月按算有44000到45000块。上一份工作大概3万多的薪水，考进去起薪就是4万多，那可能接下来还会再加。不过，即马欠工的问题真多，台电除了透过考试招募新人，丰城台电委外包商也面临欠人。伫经济部甲劳动部协商了后，会透过包商引进移工。语言上面大家要先沟通嘛。台电来讲，它确实是一个要专业技术的，那它必须要去考得证照，所以也会辅导他考证照。台电表示，除了协助移工考照，也鼓励委外包商，让移工比行情较悬的薪水待遇，希望留住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马高龄化囝嘛生少，劳动力降低，为着要鼓励时代发展因事业的第二春，劳动部甲新竹市劳工处成立高年级实验室。内底除了有专业的老师来教这个时代各种的课程，嘛甲公司斗相共找适合的员工。今年65岁白女士过去踮百货公司上班，离开公司了，有一段时间拢闲闲伫厝内。经过去上课学煮咖啡，即马已经出师，找到新的头路。讲真的啦，踮咧厝拢无代志做，是介无聊啦。无聊，日子嘛唔知要安怎过。对无？是毋是？对无？吼，大家嘛知影无聊的时阵是足恐怖的代志。所以有这个机会来遮上班吼，是足幸福的。另外一个老女士目讲，会当上班足幸福的，当去工课场有代志做，感觉真好。其实我身躯边有1-2个退休的人都得忧郁症因为因拢就是好像但是男性居多啦，因为平常就是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研发性的工作哈，本身就比较没有跟人家接触，他们的稳定性很高，对，然后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他会相对之下，他是能够用一个很平稳的方式，然后他也会能够很快的方式去解决。劳动部指出，高龄的劳工除了体力较输少年人以外，其他的部分等等拢是优势，有人生的经验、专业度、稳定性，
性地也拢比一般的少年人更加好。一般的银发族，刚才讲，除了生理的部分比较无法跟我们青年朋友一样外，其实上刚才职业的忠诚度，还有相关的专业能力，都相对的非常扎实。目前很多缺工的，像餐饮、旅宿，我们也鼓励我们中高龄能够多善用政府的资源来返回职场。根据统计，目前新德市65岁以上的时代有69000多人，占整体人口约25%。透过雷泡的高年级实验室，未来除了会举办各种的讲座课程以外，上重要是会当协助时代创造出属于家己的价值。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继续咱要来看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办台语戏剧声音的培训课程，因邀请罗里亚剧团带囡仔做伙来讲台语，而且做故事内底的主角，要来打造讲台语的环境，甲母语搁继续扣回来。阿公再会。这个阿咪实在是一个乖囡仔，我要来休困啊。无共角色，无共声情，这囡仔投入伫故事内底，学习要安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好啊，食。阿嬷，你身体无爽快哦。是啊，我最近规身躯酸痛，人拢无啥物气力。这是台语戏剧说书人声音培训课程，上台进前，剧团老师陪伫囡仔边仔同齐咧读本。即马网络真时行，团队也将广播剧用 podcast 的方式录起来，记录这阵囡仔学习的成果。两天上这课，你敢有欢喜？有啊，学到上济是用台语去表演。平常时罗里亚剧团会到各地乡讲故事，互囡仔兄、囡仔姊听。即届因转换角色，配合新北市政府在地之声推广母语的活动，来教囡仔讲故事，带这囡仔对熟悉台语开始，认捌故事内底的角色，学习透过家己的声音、声情的变化来表达每一个角色的特色。透过游戏来，互因莫感觉学台语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互因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全台语的环境，感觉好耍，莫有压力，伊就会豆感觉我会当试看卖，讲看卖安尼。罗里亚剧团表示，10月底拄好是万圣节，即届特别紧甲万圣节有关的剧本，剧本内底拢是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词。随望参加课程的囡仔，台语程度无同。因希望透过活动的这2天，用游戏甲剧本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对趣味的故事开始引导囡仔愿意开嘴讲台语，互这囡仔感受到其实讲台语无遐困难。记者张家佳、曾俊佑新北报道。目做的厝即马伫台湾是愈来愈罕哩看，中华有台语家庭因招团开一节台语的目工课，要互囡仔来体验抹茶、片希诺奇的气味。也阁用台语来了解目港的故事。看到各种的茶头，做目港的技师，囡仔人拢真好闲，所以来照目港师傅吩咐的，摕刷纸甲茶头的角抹好圆。这个阿姨讲你看是用200下是100个抹刷纸，100个较油还是200下较油？200下较油。教囡仔就是用抹甲国口的这2项。一个互囡仔去感受伊的气味，甲茶的变化。你即马做汉语，我就甲囡仔讲，希诺奇啥物味？伫伊即捌体验过，感觉讲，我有摸过希诺奇的，我即个物件炸弹，我会摕出来片。过去台湾的窗仔门、窗斗拢是用希诺奇做的，奶水阁袂漚起。目工师傅回收即寡互人拆掉的窗斗，再利用，互囡仔人了解台湾希诺奇的特性甲芳气。台语强学的主办人表示，希望透过各种活动，互囡仔人用台语认捌万项台。旧年开始就是就是家己找老师来招台语团的强合的活动。头一种就是我拄则讲，互囡仔当无共款的体验。第二种是我感觉老师就是因可能嘛毋捌想过讲，家己的课程竟然当开台语课。中华地区的台语强学目前捌开过8饼料理课、强苗导览侪无共的课程。主办人表示，除了要互囡仔人用台语来学习，嘛希望拍开台语的市场，增加大家举办台语体验课意愿，互台语的资源会当拿来拿坐。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一般咱烧香拜拜香火有啥物款的作用呢？台湾富盛红庙甲民间的公司合作，要来教民众这香火要安怎来循环再利用。对乾隆时期的香炉内底开香火，佮掺蚵壳甲卤酒落去悄悄咧。再甲阮的这个猪鸡啊，就做好势啊。这回台南富盛红庙参一间公司合作，以庙内夜幕多样做建本，结合循环材料的技术来代替红门涂，互民众体验用香火做文创商品。这嘛正做府城头一间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落去推行的宫庙。细汉的时阵，阿嬷拢会去庙里求香火，等互阮遮讲来保平安。我想讲，香火既然除了会当食，会当摕来做放伫的架，安尼我感觉真神奇，所以想讲带囡仔来体验。当互这个香火会当更加延续，甲这个变路的福气来传递每一个信众。会利用夜幕多样做建本，是因为无论是庙内牛条、对联，也是门窗，拢通看到一对一对夜幕伫顶悬。伫西方国家，夜幕有派的意涵，但台湾民俗内底，夜幕颠倒是福气吉祥的代表。庙方指出，庙内拢总有10只无共造型的，这回嘛设计学习单，互大家实际去行打找找夜幕伫倒位。在里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这些都是明朝或清朝的时候就已经保留下来的文物，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让民众能够更珍惜我们在地的这一些文化。SDG 是现代的口号，最重要还是要让民众体会到真正的好处，感到幸福比较重要。藉由信仰让大家能够让我们的思维能够改变。2015年联合国的启动永续发展目标，庙方带头以循环生产参建立多元关系落去设计活动，希望大家对富盛红庙的珍贵文物更加了解。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今年结合3D 列印加 AR 技术推出课程，让偏乡的囡仔甲社区的时代会当接触新的科技，有无同款艺术的体验。学生囡仔用3D 列印未来的物件，佮结合 AR 导览的科技，互一件一件的作品，唔但加做立体多样的叮当，佮会当加做小界溪口文化元素。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结合科技甲艺术的课程，互学生囡仔甲长辈有一个新的艺术体验。画3D 列印是要慢慢的，不然可能会线条可能不是那么的流畅，然后在从中也可以培养耐心，也可以让我就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可以更了解3D 列印笔。希望咱的乡亲啊，佮咱的学生会当学习到新的科技，啊，未来对因有帮助，嘛，互因实在更较侪物件。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表示，虽然3D 列印笔甲 AR 所有科技伫一寡所在拢看得到，但是对全开学生甲长辈来讲，拢是毋捌接触过的新科技。透过这个艺术下乡的机会，那互因来了解，嘛互增开科技教育增加新的资源。其实囡仔这个过程内底吼，伊嘛是会晓学讲安怎起一间厝的原理，啊，佮阮家己佮用阮的无人机吼，去用伫天顶用无人机甲翕落来，啊，甲录影录落来，变成一个历史的保存啦吼。学校表示，学生用3D 列印笔画出在地建筑物。除了学习新的科技，嘛有在当中去入捌地方的古迹甲文化。囡仔甲长辈的作品结合 AR 所有科技，唔但展现因的创意，嘛互大家来了解溪口的过去甲未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嘉义国华街的西菜市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即嘛因为社会形态改变，愈来愈稀微。刚才有一阵少年头家真有心，做伙来遮办展览，要邀请大家倒来西市啊听广告。用手摇的方框进入去，清朝时期的囡仔拉野车，伫西市场内底做导济店家，让参观的民众了解因收藏的文物。为着要互民众知影西市场的改变，市场的店头做伙举办展览甲导览的活动，希望互民众来了解市场的特色。真好啊！有啥物？都安尼看到较侪人啊。会当带人入来，来介绍安尼，咱西市场较会当较有热闹热闹。主办这个活动的店家讲，西市场伫今年2月的时阵，针对市场一寡空间有来做整修，为着要互这个老市场重新落地起来，才会来举办活动，邀请民众食市场内底的点心，听较早的故事，参观有特色的店家。较早来就是人讲的好野人市啊，它因为经过很多次的，就是整建翻修之后，它整个都没落下来。那觉得可以为这个西市场做一些事情。
因为内面拢有重新装修，拢生甲无共啊。我是伫甲伊读册，所以来遮就是来耍安尼。嘉义市菜市场伫1998年改建做大楼的时阵，因为工期上久，单位阁缩小，一个店家离开了后，嘛互来遮的人愈来愈少，店家家己举办活动。若要啥少年人阁行倒来遮，看内底传统甲创新的融合，嘛希望会当延续菜市场伫嘉义市的100年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日本宫山县的二岛市是日本牛仔裤的发源地，伫世界是真出名，每一年拢会请真侪游客来遮行搭。因为咱台湾的家人嘛有一条街是专门咧卖牛仔布的，伫英国嘛真加雅、真闹热，咱做伙来看卖。真侪牛仔裤挂伫街路顶悬拍，规条街也会使看到侪牛仔裤店家招牌。这是日本牛仔裤的发源地，日本宫山县的二岛市。伫二岛所生产的牛仔布，一款布料的蓝色真特殊，全爱靠老师傅手工调色。This quality is trustful, so many people come here. I think so. 二岛市的牛仔裤街差不多有40间牛仔裤生产商甲店头，这毋但是日本在地卖牛仔裤出名的商款，也是全球介意牛仔裤的人会行较高的所在。当年成差不多10万的游客到位，甚至甲国际品牌合作，行出家己的路。若咱台湾也有一条牛仔街，地点就伫基隆的孝义路甲中树路这搭，规排的店头拢是咧卖牛仔衫甲牛仔裤。以前是全部牛仔裤。都没有去的。以前几间10几间了，我们这开店到10几间，对，整街都是都没有其他的。基隆牛仔街因为我基隆港早期美军去拍越战的时，基隆港是中途转运站，当时有真侪美国阿兵哥伫遮，也带动酒吧、委托行甲牛仔街的发展。落船的军人、船员也是做工仔人，会来遮买耐穿的牛仔裤。有真侪人拢会来买咸水货，后来受进口产业的影响，基隆牛仔街即马已经渐渐稀微。我很希望这边人在复苏，那你应该是要来办某些活动来带动这个地方，要引进新的产业进来。你文创也好，小型的就业那个小型的年轻人他要创业，你都可以让他来。看到日本二岛市牛仔街，找到家己的特色，发展当地文化甲观光。面对基隆牛仔街无像以前遮尔车赢，东方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也表示，希望未来会当加入当地文化的元素，用观光文化创新的方式，帮助咱台湾的牛仔街行出一条全新的路。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基隆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3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